各位朋友，我係第一屆香港聾人節籌委會嘅聯席主席麥海華。第一屆香港聾人節終於順利誕生咗啦！國際聾人日喺1958年設立，此後每年嘅9月最尾嘅星期日就定為國際聾人日。今年係9月27號。近年世界聾人聯合會更加將9月最尾嘅一個星期定為國際聾人節，鼓勵各個嘅聾人組織能夠舉辦活動，宣傳聾人權益同埋手語文化。喺香港咁急促嘅生活節奏情況底下，聽障人士嘅需要往往得唔到適當嘅重視。因此，我哋積極籌備第一屆嘅聾人節，希望能夠加強社會人士對聽障人士嘅工作嘅重視，提高聽障人士嘅社會地位，促進聽障人士融入社會同埋分享經濟嘅成果。香港聾人節嘅順利誕生，有賴各團體嘅積極參與同埋支持。本人謹代表籌委會向所有發起嘅團體致以萬分嘅謝意，其中包括香港手語協會、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、香港聾人協進會、真鐸啟雅幕校校友會、愛加倍國際愛聾協會、聾耳社、社區文化發展中心同埋其他嘅參與團體。藉住香港聾人節，各團體將會喺9月20至27號期間舉行多元化嘅活動，喚起社會人士對聽障人士嘅接納、尊重同埋關心，並且促進聽障人士之間嘅互助合作。各項活動將會發揮聽障人士嘅潛能，為大家帶嚟歡樂同埋驚喜嘅，更加顯出聽障人士熱愛生活同埋自強不息嘅奮鬥精神。